家好，我係阿俊，今日同大家講講世冠盃 A 組最後一輪嘅激烈賽事。國際邁阿密喺比賽後半段連失2球，最終同巴西嘅彭美拉斯踢成2-2，無奈只能以次名晉級16強，將會面對美斯嘅前東家巴黎聖日耳門。賽前兩隊都係4分，但由於國際邁阿密嘅得失球差落後，所以排次席。今場比賽，阿恩迪喺第16分鐘就利用一次反擊，單刀直入禁區，為國際邁阿密打開紀錄，氣勢如虹。下半場65分鐘，蘇亞雷斯再次顯示佢嘅實力，起左腳射入，將比數改寫為2-0。大家都以為大局已定，無奈彭美拉斯唔肯放棄，喺80分鐘時，由後備上陣嘅10號仔保連奴扳回1球。隨後8分鐘，另一後備球員穆里斯奧再度入球，將比數改為2-2。賽後兩隊都積5分，但彭美拉斯成功保持首名，喺16強將會對上 B 組次名嘅巴甲球隊保地花高，而國際邁阿密則將迎戰巴黎聖日耳門。屆時球王美斯將會面對舊主，真係好期待。同組另一場比賽，埃及嘅艾亞里雖然4度領先波圖，但最終都俾對方逼同4-4，兩隊均只係得2分，齊齊出局，真係好可惜。今日就講到呢度，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哋。我係阿俊，下一場比賽再見。